大家好，澳門事。近日，澳門嘅黑盒子事件喺內地社交平台傳得沸沸揚揚，有人拍視頻聲稱娛樂場有人出千，利用不透明嘅黑盒暗中做手腳，令到班賭仔賭極都係輸。並且表示東南亞有賭場就係利用咁樣嘅方法嚟出千。相關視頻喺社交平台瘋傳，引起大批網民討論，亦有唔少博主為咗流量跟風拍片，講得似層層，以訛傳訛。東南亞其他賭場就比較難講，澳門作為世界第一賭城，開賭嘅時間唔係1年半載，有專門嘅監管部門同嚴格嘅制度，當局邊有可能放任娛樂場使用道具出千而搞爛澳門個朵呢？而且澳門博彩業從業人士咁多，如果有咁嘅事情，一早坊間都會傳出嚟啦。更況且最重要嘅係娛樂場根本唔需要出千，按照遊戲規則本身就可以賺錢。賭王何鴻燊一早就講過啦，你冇法子救賭場賭嘅，因為我哋係抽水噶嘛。博監局回覆傳媒查詢時強調，澳門所有娛樂場內運作嘅博彩設備均受到嚴格監管，必須符合相關嘅法律法規、技術標準同安全要求。博監局又話，所有電子博彩設備喺投入營運前，必須由局方認可嘅第三方認證機構進行獨立測試與認證，確認佢符合技術標準之規定，並且經該局審核批准之後方可以使用。為咗確保持續合規，博監局會透過定期同突擊巡查方式，對各娛樂場嘅博彩設備進行實地監察，檢查內容涵蓋設備封裝完整性、軟件版本比對、軟件檢查、操作日誌記錄同埋隨機數生成機制等。最近一次專項巡查喺2026年5月27號至29號完成，且近期未發現任何設備存在違規嘅情況。如發現異常，博監局即時要求停用並依法處理。此外，博監局有督察人員24小時駐守娛樂場進行監察，倘公眾喺場內對賭局或設備運作有任何疑問，可即時向現場督察反映，以便可適時跟進。博監局呼籲公眾切勿輕信同埋轉發未經核實嘅網絡信息。博監局持續嚴格監管博彩設備，共同維護澳門良好形象。即係我一樣都勸人哋啊，喂，賭博嘅當係一種玩耍係娛樂，但係千祈唔好咧過分賭，因為你咧過分賭咧未必有得贏嘅，因為我係抽水嘅，但係啲人唔聽嘅，唔得，我要贏新歌。